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2年1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適、胡轾、胡威還有胡锡進老師今天這個胡適走勢大家恐怕也都是心知肚明1月22日，市場午後震盪回升三大指數集體翻紅，創業板指數走勢較強，截至收盤滬指漲 0.14%， 深成指漲 0.05%， 創業板指數漲 1%， 滬深兩市成交額 2.69萬億，這個數還是不錯的也就是成交量說明市場還是比較熱的，而且個股也是漲多跌少，兩市3074只個股上漲，1951只個股下跌，總體上就是指數維持在一個高位震盪。大家看盤的話就會發現，你指數想漲的時候，國家隊就開始打壓。根據這個 ETF 成交量數據顯示目前已經被高度控盤，指數高度的權重化，權重股幾乎在相對比較高的位置，成交量也非常大，一個高度被控盤的狀態，不想讓它漲上去，也不能跌下來，維持在4000點這兒震盪。前期熱門股輪動，前兩天大跌的這個商業航天，今天又反彈，前兩天大漲的什麼芯片股、半導體，這兩天在回調。午後指數在下午1點半以後實際上是一直在漲漲到 0.5%， 而且當時盤面非常熱鬧，3500家股票在上漲。這個時候你要看盤的話，你就發現銀行板塊、包括證券板塊還有保險板塊突然整齊劃一，出現了一輪持續的回落，也就是打壓。最近幾天這個國家隊主力資金始終利用這幾個大金融這幾個權重板塊在壓制指數運行節奏，在調控然後你如果再觀察的話可以發現，當市場指數在午後下跌快要翻綠的時候，這個時候市場的指數又開始回升，實際上就是反映了這個監管和主力的矛盾的心態，既不想這個指數漲得太快，也不想指數在這個位置出現什麼調整，也就是主力現在開始畫圖。你有什麼辦法？在一個被人為操控的市場，指數牛市、指數慢牛跟散戶有什麼關係呢？我在想很有可能監管上面的人已經反應過來了。畢竟曾經的一個老村長說過，只有3000點的時候上面才睡得着覺，就指數在3000點上下震盪，才能睡個安穩覺，不會出亂子，又能維持抽血。好像這個演講應該很多人都看過，這個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前村長說的。那我在想由於去年和前年樓市低迷，對吧？經濟形勢不太好，那麼有關部門恐怕也聽信了一些專家的建議，一些專家的忽悠就是把指數拉到4000點。你看房地產不行了嗎？你房地產不行，你這個股市作為一個蓄水的池子，如果不起來的話，那不更難嗎？你把指數拉到4000點，這樣的話消費就能上來，是不是這意思2024年是不是這麼說的？很多專家天天在那鼓吹指數要拉到4000點，消費就能起來。但是你看19號統計局給的數字，指數是上來4200點4100多點了，創了10年新高的那個成交量創天量，也是創了新高，還有17連陽破紀錄。但是我們的消費不僅不漲，還有負增長的苗頭。2025年12月，對吧？這個消費增速只有 0.9%是10幾年來最低。你要照這個趨勢那今年那消費就是負增長。也就是說指數對吧？上面想盡了一些辦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你拉到了4000點，但是消費還反而下降了。這些專家不出來走兩步嗎？你專家不能光拍腦門建議你至少得出來說兩句，說為什麼指數到了4100點，消費沒上去。對吧？因為當初你預測的是指數上了4100點，消費就上去了，对吧？帶動經濟刺激消費所以我想起了那個余華說了一句話說中國現在最沒有信譽的就是那些專家，這樣滿嘴胡咧咧，跟那個特朗普差不多錯了不要緊，對吧？錯了要勇於承認，對吧？你要出來訂正自己的錯誤自己誤判了。沒想到胡適這些人都跟胡锡進一樣，賺了錢就買5件 polo 衫，對吧？拉麵上面加個雞蛋，他這叫消費了。沒想到是吧？沒想到賭徒，對吧？越贏錢他越把自己的錢勒緊褲帶往裡放，加倉。就是賭徒就是這樣越賺錢他越要加倉，賠錢他也加倉。總之只要炒股的人很少有人享受的這個大家可以觀察一下，炒股的人有點錢他就想加倉，勒緊褲帶加倉。他加倉10萬20萬的那就不叫錢，但是你讓他買杯奶茶，對吧？你讓他訂個外賣富裕點，
盯個好一點的都不行，能省就省。為什麼？放到胡適錢生錢要複利啊，有槓桿啊，對吧？雞生蛋，蛋生雞，雞又生蛋，蛋又生雞，你想想吧，很快就能成為巴菲特，他哪捨得花呀？這些專家恐怕平時也不炒股，或者是炒股吧，他也跟股民那個心態啊不一樣，股民都跟那個建功爺叔差不多啊。這個為什麼我老是提建功爺叔呢？實際上建功爺叔就代表了99%的股民都是那種心態，被套10幾年，堅持補倉。你看他吃的喝的消費，他哪有什麼消費啊？每天中午就一份那個清湯麵，一家人一天啊，伙食費就是100塊買菜，100塊錢買菜。但是他股市裡面可投了70、80萬，将近100萬呢。你說他沒錢也不是，对吧？人有錢，而且有退休金，他把所有省下来的錢都去補倉了。他也不是沒賺過錢，对吧？他以前那個上海建工的翻倍了，他也沒賣。不說這個了啊，反正這個中國的專家就這樣，所以我懷疑啊，上面也不傻，一看这4200了，這個消費還越來越差，人再這麼整下去，整到5200、6200，萬一沙灘上建高樓，這高樓一塌，這誰擔責任呢？誰去負責任呢？等那專家負得起責任嗎？所以上面估計怕了啊，對吧？而且你這個胡適是吹出來的，是沙灘上建高樓。你如果說這個企業業績很好，對吧？都能賺錢，都在給這個金融消費者分紅，分紅的這個股息比那銀行的定期利息高得多，那漲到5000年應該，漲到6000年也應該。你現在你看看這個大部分都是虧錢，經濟這個樣子，怎麼可能股市這上市公司還能賺到錢呢？商業航天這些概念股，哪個股票不在賠錢呢？沒一只股票賺錢的啊！你看啊，這個摩爾縣城大牛股啊，摩爾縣城公告，預計2025年度實現營業收入14.5億，與上年同期相比，收入增長230%。公司2025年年度歸母淨利潤出現虧損，預計虧損9.5億元到10.6億元，與上年同期相比，虧損收窄幅度為35%。你看啊，也就是说啊，它25年營收是不到15個億，虧損10個億，你這不玩呢，這不是嗎？然後說啊，比上年少虧了，所以說啊，這個就是好股票。而這個摩爾縣城股價650塊錢一股，我不知道它在美股啊能跟哪只股票對標啊，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胡適都是這種股票。還有啊，這個21世紀經濟報道啊，說這個6000億光模塊龍頭中繼續創突遭減持，翻倍基金開始調整持倉結構。說啊，以光模塊龍頭中繼創續為例，永盈科技智選、中歐數字經濟均在2025年4季度減持中繼續創。什麼意思呢？說的簡單一點啊，就是這個光模塊龍頭中繼續創不是25年大牛股嗎？不是漲了多少倍啊？然後到了第4季度啊，遭到了這些基金還有股東的減持。關於這個減持啊，很多專家也反對，那散戶更是深惡痛絕啊！我還沒跑呢，你機構就跑了，就這意思啊！你大股東就跑了，你管理层就跑了。關於這個大股東減持，關於基金減持啊，我在以前節目也經常說，一只好的股票不怕大股東減持，好的股票大股東減持，那就是叫做慈善，那叫與民同樂，那個是叫真正的讓利給中小投資者。有好的股票啊，好的股票不怕你減持，希望大股東減持，大股東不減持，那小股民怎麼賺錢呢？買不到籌碼呀，是不是這個邏輯啊？如果對這個不理解的話，我们看看黄仁勳是怎麼說的。1月21號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英偉達創始人 CEO 黃仁勳談到了自己唯一遺憾的事情啊，也就是你看這麼牛的人呢，有沒有遺憾呢？有，他也有遺憾，回首往事啊，覺得後悔，現在大腿都拍斷了，你知道吧？後悔什麼呢？說在英偉達首次公開募股後，公司市值僅3億美元時，就是英偉達市值只有3億的時候啊，他現在應該是早就過了1萬億美元，對吧？他應該現在是奔5萬億美元了吧，10萬億啊，反正在這路上，他3億美元市值的時候啊，這個黃仁勳作為大股東啊，就開始減持了，出售部分股票，幹什麼呢？改善生活。怎麼改善生活呢？說為父母購買了一輛奔馳汽車。然後黃仁勳自己說啊，現在回頭看看，那是世界上最貴的奔馳汽車。什麼意思啊？這叫大股東減持減到後悔。一隻好股票，大股東肯定捨不得減持啊，你一減持就後悔，對吧？你看黃仁勳他在3億美元的時候，他是為了給他父母孝敬的父母啊，給他父母買車，買輛奔馳，已經啊，英偉達的市值
漲了應該是10000倍以上。你說黄仁勳現在大腿都拍斷了，那為什麼我們的這個市場正好反過來呢？大股東拼命要減持，散戶不讓他減，散戶罵他，專家也骂，然後专家让这個監管部門趕緊立法不讓他減，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你這股票不值這個錢，對吧？咱們就炒作一下，那得讓我先走，我還沒走，你大股東先跑，那叫什麼事啊？所以不允許大股東減持，所以只有在我們這個奇葩市場，大股東減持才成為一個問題。監管部門天天去抓，說你違規減持，你看美的這兒你減持唄，你減持自己後悔，對不对？好股票你減持你自己後悔。黃仁勳想去把他那個減持的股票買回來，還能買得回來嗎？自己都買不起了。所以從這個對比也能看出啊，咱們這個胡適啊，對吧？他就是沙灘上建高樓。所以說我理解的啊，有關部門恐怕也是睡不着，還是到3000點啊，恐怕睡得踏實一點。哎，現在4200點如果往下一砸，那也会出事啊。那多少小散戶哀嚎啊！關鍵是到了4200点，散戶他沒賺到錢，但是要跌到3000點，那散戶就是傾家蕩產，那也有多少人天天在網上罵，能受得了嗎？對吧？你從3000點搞到4200點，都是那些量化基金賺錢了，大股東賺錢了，機構賺錢了，社保基金賺錢了，散戶賺錢的非常少，没什麼人賺錢。但如果你從4200要回到3000點，你想想吧，是不是要血流成河啊？散戶沒賺的錢還要賠錢，賠得更多。所以我覺得啊，這個胡適啊，指數可能是不會再漲了，或者漲個慢牛，到年底啊，頂多到4500點，它維持一個慢牛，慢慢漲，漲個5%、8%，跟 GDP 啊保持這個同步，這個是最安全的，最讓你挑不出毛病的。我們的 GDP 如果是26年是5%的話，那你這個指數還漲200點，也就是大概4400點，沒毛病啊。然後這是指數，但是個股呢，對吧？它也盡量不讓你亂炒作，炒作它給你澆冷水。但如果跌呢，它也不允許，對吧？它好不容易搞到這兒，它一定是想辦法把它穩住。所以它現在能控制的就是國家隊，這個銀行股、大金融、券商、中字頭的。我要是村長啊，我就這麼幹，我跟 GDP 保持一致。我們再看看《經濟日報》它的一篇報道啊，說上市公司用文字遊戲迷惑投資者。你說這都叫什麼事？這可是喉舌報道啊！這個經濟日報說啊，說半句藏半句，說真的但不說全，用專業術語繞暈你。近日，證監會對多家上市公司涉嫌誤導性陳述立案調查，切實維護市場健康穩定發展。近年來，監管部門嚴管重罰，明目張膽的虛假信批有所收斂。與此同時，我沒說謊，只是沒說全的誤導性陳述屢屢出現，尤其是在市場行情向好、交投活躍的背景下，部分上市公司制造出似是而非的信息迷霧、炒概念、蹭熱點，熱衷於套路滿滿的文字遊戲，讓投資者防不勝防。有些公司將信息披露當作管理市值的工具，報喜不報憂，對業績增長濃墨重彩，對經營風險輕描淡寫，或在技術描述上堆砌專業術語，把簡單問題複雜化，讓投資者如墜雲霧，或用可能、預計、有望等模糊詞語、打擦邊球等，試圖通過一份精心修飾的公告先聲奪人，吸引資金入場，股價被拉高了，大股東質押更方便，增發融資更順暢，某些內部人士甚至能趁機高位套现，事後再辯解一句不夠嚴謹，沒有說全，或許就能逃脫監管的追責。誤導性陳述的後果都不容小覷，它侵蝕了市場健康發展的信任根基。於投資者而言，信息不對稱被惡意放大，投資決策於霧裡看花，長此以往，傷害的是入市資金積極性。於企業自身而言，誤導性陳述或許能美化報表，維持短期股價，但一旦真相暴露，被調查、被索賠，毀掉的是多年積累的品牌信譽。於市場發展而言，如果市場充斥着美言的企業，會說的比會做的更受追捧，很容易產生劣幣逐良幣效應，扭曲市場價格信號，損害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這是經濟日報的報道啊，也就是上市公司公然玩文字遊戲，這個事情啊，歸根結底啊，還是監管出了問題。就是說，為什麼文字遊
遊戲會有市場，這是一個大問號。首先一個啊，監管的問題，監管沒有做到真正的叫什麼斬鴨帶刺，沒有做到什麼讓它傾家蕩產。監管現在是什麼呢？首先是選擇性的去查，第二個呢，重拿輕放，罰酒3杯，是變相的鼓勵。對企業來說呢，收益和懲罰不成正比，那人家當然這麼幹啊，所以這就會出現屡禁不止啊。你这個在美西方那個市場，你很難想象的吧？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這文字遊戲管用呢？你還不是這些散戶是大韭菜嗎？你散戶喜歡聽這些東西啊。如果散戶都很理性的吧，都是像機構那樣的，都像那個做空機構浑水那樣的，你敢玩文字遊戲嗎？你玩文字遊戏，人家就告你，把你告得傾家蕩產，不需要監管出手，人家投資者就可以告他，对吧？你敢玩嗎？所以我们一直舉例子啊，我一直舉的就是你看看這個假會計就行了。假會計在胡適那是如魚得水，對吧？他那個什麼樂視網在那創業板是標杆，什麼叫如魚得水啊？現在到了美的那兒，是龍的盤着，是虎的握着，你敢把胡適那一套搬過去嗎？為什麼呢？假會計還不是假會計嗎？他也沒變一個人。為什麼假會計在胡適就是如魚得水，在那個美的那兒就是叫虎落平原呢？然後你這邊一天到晚的什麼严監管，講這些故事有什麼意思呢？對吧？這就是活生生例子啊！就是什麼時候啊？就是我們判斷胡適有沒有治好，其實也很簡單，你就看假會計這樣的人。如果給他一次機會，他回胡適，他會不會像在美國那樣，也是龍的盤着，是虎的握着？實際上啊，胡適有大量的假會計這樣的人，正在興風作浪呢，正在玩文字遊戲嘛。這不是《經濟日報》報道的嗎？最後我們再看一個啊，最近比較火的斬沙線，這個斬沙線好像被《人民日報》一炒又火了啊。這個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啊，他在那個記者會上有一個記者啊，就哪壺不開提哪壺，就問這個貝森特，你知不知道斬沙線？美國有沒有斬沙線？我覺得按理來說，貝森特是最有發言權的。你看，他是美國的財政部長。大家看視頻啊。Mr. Besant, and I'm the journalist from China Media Group. I want to ask that the FED said 37% of U.S. adults can't cover a $400 emergency.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And some calls list the Q line or Alice line for U.S. people, and the Q line is mainly for it uses to describe the fragility of American household of finance. Unexpected expense is enough to plunge the middle class into the financial ruin. So what's your opinion of it? Again, if we look back to President Trump's first term, hourly workers did better than supervisory workers. The bottom 50% of households had their net worth increase faster than the top 10%. And as I said, I believe that the households that you're describing there will be receiving substantial tax refunds. And again, as you said, many people have said to me, oh, so what's $1,000? That, as you said, to these households, $1,000 is a substantial fill-up. They can put it toward savings, or they could pay down debt. As I sai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rched the financial standing of these households. The average CPI PCE increase was 22 or 23%. But for these households, which have a different bundle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an the indices, their costs, whether it was groceries, autos, rent, went up between 35 and 37%, and we are working every day to get those costs down. Q line. So do you think there is Q line exists in the US? I can't. Do you think the Q line for people that have meeting a huge expense, let's make from middle class to financial rule exist in US?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I'm not sure you do either. Guys, just so we know, we're at a 5. 我发现这个贝森特和记者啊，这俩人都是鸡同鸭讲。我感觉到这个记者他也没搞明白斩杀线是什么意思。
這個貝森特是更没有搞明白斩杀线是什麼意思。当然了，就是說貝森特和这个美國這個記者啊，他兩人都沒搞清楚叫中文語境下的斬殺線什麼意思，就是在中國人的印象裡面斬殺線什麼意思。所以說貝森特感覺就是答非所問，那個記者好像問的好像也不在點子上。所以我仔細看了一遍之後，我發現所謂的斬殺線啊，實際上是簡中自媒體還有國內的一些喉舌，是專門對國內宣傳用的，是一種對吧，專門服務於國內的一種敘事方式。它不是為美國白人服務的，它不是跟美國白人講說你們有斬殺線知道嗎？不是的，對吧？其實美國人他知不知道他有斬殺線不重要啊，跟咱們這個喉舌沒關係。我們的喉舌啊，他就要牛馬和韭菜盤盤們，對吧？你們要認識到美國有斬殺線，它是起這麼個作用。所以他那個敘事啊，他那個說法宣傳都是中式的，中國人一聽就理解了。但是白人美國人一聽他理解不了，不知道什麼意思，你們在說啥？貝森特一頭霧水嗎？說對，沒錢，我每個人發1000美金。他說對，這都是以前拜登的政策啊，搞得失敗了啊，我們特朗普對吧？那就是又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變成這個，他沒整明白，就是這記者沒說明白的。本來我們的潛台詞是你美帝的制度落後了，衰落了，你這美帝不行啊，對吧？你這制度，你這什麼制度啊？趕緊改吧，能走集體就走集體，多學着點東大，不這意思嗎？對吧？我們已經對吧？這個在制度上遙遙領先了嘛。實際上說這個啊，對吧？你不要看你美帝啊人均 GDP 高，對吧？你也不要看美帝什麼你總的 GDP 高，你也不要看美帝你這個什麼人工智能，你們美國現在一塌糊塗，就在懸崖邊上，你知道嗎？實際上記者問的應該是這個意思，對吧？你們這個下坡路走到盡頭了嗎？你們這個下坡路還走到什麼時候？所以你看啊，美國人他搞不清楚是什麼意思，但是國內的啊，哪怕是盤盤們，對吧？你只要有9年制義務教育經過的啊，他都能聽得懂，馬上就找到那個叫什麼撓到癢癢了，對吧？找到那個什麼祭點 get 到什麼，對吧？然後就是什麼共振。實際上按照咱們以往說的啊，這就是夾頭粉吶，基本盤吶，它不是陰魂不散嗎？本來咣當聚集到那個百年哥那兒，百年哥好像被他們內部給收拾了，清理門戶了，因為他貪污了，對吧？咱們自古以來就領先，他說領先100年，所以說百年哥被他們內部啊肅反了，有點像胡一金老師那樣的，也被對吧？被夾頭老師給他排擠出去了，成為邊緣人物。後來出來一個什麼吃瓜盟主，這個厲害了，這個絕對是自古以來啊遙遙領先，什麼光刻機對吧？什麼坦克、蒸汽機，那永樂大典裡都有。結果這個又被上面對吧涉嫌他什麼撕裂族群、挑起內鬥對吧？給國外這個分裂勢力啊遞刀子，一頂大帽子扣過來，這吃瓜盟主沒了。你說這些人盤盤去哪兒了呢？這麼多盤盤去哪兒？他沒地方去啊，去這個瓜州漢武帝那個雕像，後來又去這個華清池，對吧？那貴妃出浴那個雕像，說他不雅觀。後來這些都沒成事，對吧？沒搞成氣候，所以有個什麼勞 A 是吧？橫空出世就是斬殺線，所以這盤盤們一下發現了這個新大陸，趕緊聚集到盤盤這個叫什麼斬殺線這兒，就是這個邏輯啊。你仔細看看，這就是一群人陰魂不散呢。實際上他們很快啊，對吧？又咣當就能鑽到那個什麼李亞鵬搞慈善那兒，情感泛濫，就這些人啊。你給他一個合適的借口，他就是紅衛兵；你再給他一個合適的借口，他就是義和團。歸根結底是本質上就是缺乏獨立思考，跟談不上什麼邏輯啊，他就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他需要的是煽動，他需要的是別人給他指明方向。說這一點啊，我們這個年紀是最有發言權，因為我上初中、高中開始，我接觸的課本教材就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對吧？那個時候美帝就已經在走下坡路了，現在40年過去了，還在走下坡路。你說國內啊容易封號，好，現在我說美國可以吧？你看看，既能跟盤盤形成共振，又不涉及國內問題，安全，所以很多所謂的正能量啊，就在這邊，在這個斬殺線這塊加大了力度。你講美國不好，還能出什麼大事嗎？安全，輸入高質量，平台應該多給流量啊，這恐怕就是這個斬殺線為什麼在國內反覆的上熱搜啊，受關注根本原因。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